平日里你最是好吃，怎么，今天没有胃口？木头，什么没胃口？人家只是想吃的好看一些。尝尝你面前的酸笋，最是开胃。看到了吗？我这手链被我盘得油光锃亮，我对你送的东西是多么爱惜啊！这馄饨还热着，此刻最为鲜美。我的唇妆，你不喜欢？我今日寻得一良策，能助你尽快接掌主神令宇。好事啊！世间道法万千，学不可以终。你我一起同行。此次恐怕只得你一人前去。我一个人前去，去哪儿啊？战斗是提升神力最快的修炼方式。你需要一个人前往九幽之地。九幽？去多久啊？1000年。